即马科技是愈来愈发达，为着要来避免学生囡仔验算手机啊，教育部是来定出高中以下学生使用手机啊的原则。今仔日早起伫立法院举办公听会，当场有真侪团体是来反映这原则是无够明确，而且嘛无强制的效果，所以呼吁教育部应该爱针对年岁的差别来定出合理使用的规范。 关心别人的社群，甲生活中的代志传去伫网络顶，或者是要看影音嘛真利便。多数人伫咧学校，只要有载手机啊，大多数学生就会使用。不过上课时间，学校要安怎管理，就真做问题。有学校是采取统一集中管理，然后呢，有的人是选择说各班集中管理，或者是说各班自行决定管理方式，甚至有的是说由科任老师决定要不要收手机。那当然也有是好，就是自由，好自己看着办这样子。 教育部2019年针对高中以下学校定出手机啊使用原则，教育团体伫立法院公听会反映讲，内容无够清楚，嘛无强制力，会造成学校歹管理。若这几年因为手机的使用愈来愈普遍，嘛愈接传出学生之间产生纠纷，或者是价值观混乱的问题。那也有老师啊跟我们反映，就是说有学生在学校2栋大楼的围墙上面跳来跳去，然后 故意用手机拍摄他惊险的画面，然后上传到 IG 的限动。学生在校园不宜使用手机，应该全面管制。上课的时候就是全部人交到后面的手机袋，那下课你就可以开放使用。老师很多东西都是放在Google Classroom 里面。下课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要去看手机，说哦，老师有没有说我们下一节要去哪里？其实最大的担心是说，我要联络孩子，我找不到，我马上知道你在哪，看手机就知道你定位在哪。那你就给他一个联络窗口，因为现在在学校联络窗口有时候比较模糊。 教育团体呼吁应该爱针对无共年岁差别，定出合理使用的指引、统一规范。若是智慧型手表的问题，尤其是伫小学，若要定相关的规定，嘛希望会当分阶段管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